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树。今天是2026年2月13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續聊一聊恒大清盤，聊聊中國的房地產。咱們1月份的樓市的成績單，統計局公布了。國家統計局1月份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銷售價格環比下降 0.3%。財聯社2月13日電，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1月份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下降 0.3%， 降幅與上月相同，其中上海持平，北京、廣州和深圳分別下降 0.3%、0.6% 和 0.4%。二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下降 0.3%， 降幅收窄 0.1個百分點。因為收窄了 0.1個百分點，所以很多中介很多媒體就說樓市回暖，樓市企穩，只是跌幅稍微小了一點。1月份比12月份跌幅少了一點。二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下降 0.3%， 降幅收窄 0.1個百分點。三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下降 0.4%， 降幅與上月相同。1月份一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下降 0.5%， 降幅比上月收窄 0.4個百分點。你要這麼說的話，二手房顯得更穩一點是吧？那降幅小得多一點了嘛？雖然降的也多環比下降 0.5%，但是降幅這個幅度也小了一些。1月份一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下降 0.5%， 降幅比上月收窄 0.4個百分點。其中北京、上海、廣州和深圳分別下降 0.2%、0.4% 和 0.7%、0.6%。二三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分別下降 0.5% 和 0.6個百分點，降幅分別收窄 0.2% 和 0.1個百分點。這是一線城市、二線城市這個新房的環比，二手房的環比都是在下降跟12月份相比，不管是一線城市還是二線城市、三線城市，不管是新房還是二手房，跟12月份相比都在下降，只不过是下降的幅度小了一點了這就是結論。那麼環比呢，跟去年1月份比呢，統計局也告訴我們答案了1月份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下降 2.1%， 降幅比上月擴大 0.4個百分點。其中上海上漲 4.2%， 北京、廣州和深圳分別下降 2.4%、5.3% 和 4.9%。二三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同比分別下降 2.9%、3.9%， 降幅分別擴大 0.4% 和 0.2個百分點。1月份一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下降 7.6%， 降幅比上月擴大 0.6個百分點。其中北京、上海、廣州和深圳分別下降 8.7%、6.8%、8.3% 和 6.5%。二三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分別下降 6.2% 和 6.1個百分點，降幅分別擴大 0.2% 和 0.1個百分點。也就是環比看着好像降得慢了一點了，但是同比還在加速。那你說這個樓市是穩住了嗎？1月份這是統計局的數據，對吧？至於它是穩住了還是回升還是止跌，也大家自由判斷。我覺得這裡面最有意思的是上海的新房，上海的新房它環比是上漲的，同比就比去年它是漲了 4.2%， 但是它現在環比它又不漲了，什麼意思呢？就是我們可以關注一下，是不是上海的新房也到頭了，數字遊戲也玩的差不多了，玩不下去了。跟12月份相比，它新房沒漲了嗎？但是跟去年1月份比，它是漲了 4.2% 的。我覺得相比什麼降幅收窄而言，上海的這個它不漲了，它才是個問題。我覺得這問題更大。所以說統計局的數據明明告訴我們，無論是新房還是二手房，無論是一線、二線、三線，無論是環比還是同比，它都在下降你要非得出一個這止跌了回穩了，那也沒辦法。2026年1月份開始，這房吹中介媒體都在宣傳企穩了，至少從價格上看是沒有企穩這個可以得这個結論吧？成交量不知道，有可能還穩住了，對吧？有可能還回升了，這個我們再看。但是價格這一塊，統計局已經給了答案，1月份的我們再看一個報道，中國房企赴美上市第一股被退市，這個也是個標誌性事件咱們跑到美國上市的房企現在退市了，叫新苑置業有限公司，因近30個交易日
平均市值低於1500萬美元，其美國存託股份將被紐交所摘牌，正式終止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。新苑置業於2007年在紐交所上市，那也19年了啊。其是首批赴美上市的中國房地產企業之一，也因此被業內視為中國房企赴美上市第一股。眼見它起高樓，眼見它宴宾客，眼見它楼塌了，就这麼點事啊。實際上這就是一個房地產一個時代的一個寫照吧。恆大物業清盤人收新要約方案，正評估潛在買家。2月6日，恆大物業在港交所公告稱，公司清盤人已接獲若干選定的投標人提交的經更新要的要約方案，目前正在審閱並考慮相關條款。根據公開資料整理，公告未披露投標方身份、報價金額及資產範圍，僅表示清盤人將繼續推進潛在出售程序。什麼意思啊？就是恆大不持有恆大物業股份嗎？那恆大這個物業這股份在出售啊，這個錢拿回來做破產財產，要給這個債權人呢。那有時候恆大是恆大物業的第一大股東啊，你要把這個賣掉，這個就涉及到要約收購啊，還要涉及到這個港交所的一些規範。但是总之，這都是恆大的財產，它要處置，要賣掉，回來錢賠給這些債權人，叫清盤人。所以說啊，這些恆大的清盤人呢，也正在緊鑼密鼓的處置恆大名下的這些財產，回籠資金。這個我覺得恆大啊，它未來它要走這個叫整體破產的這麼一個程序，最終啊，恆大會變成一個歷史名詞，關於恆大的一切啊就注销掉了，沒了，破產清算。我記得這個恆大物業啊，當年是廣東的哪個房地產開發商要買吧，給200億啊，我這名字我不記得了啊，徐老闆不幹，那是2021年、2022年。就是恆大剛爆雷，人家買他的恆大物業給200億，他不願意。現在好了，你現在賣值不了200億啊，大大的縮水。我們再看看媒體啊，現在媒體還在閉着眼吹這個樓市回暖啊。這個深圳商報報道說，春節返鄉季他們在搶房，節前滬深二手房市場淡季不淡。春節返鄉季，一線城市二手房市場呈現出反季活躍態勢，其中上海連續3個月成交逼近2.3萬套，深圳今年1月二手房錄得6802套，同比增長45.5%，創下近10個月以來的新高。業內專家認為，隨着節後需求釋放，核心城市有望迎來傳統的小陽春行情。總之，媒體啊還在閉着眼鼓吹啊，樓市小陽春，淡季不淡，吹也吹不了2個月了啊，過了4月份呢就要被打回原形。这個還有媒體報道啊，說二手房價格首次出現上漲。2026年1月，70成房價出爐，新房5成環比上漲，二手房現積極信號。2月13日，國家統計局發布的這個2026年1月份70個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，說二手住宅揚州和湛江房價環比上升，那絕對是個意外啊。這個上海易居房產研究院副院長嚴躍進分析指出，1月份二手房價數據出現2個積極的信號，一是此前幾個月所有城市二手房價均下跌，但此次首次出現上漲，也就是這個揚州和湛江，你說這叫什麼事？也就是漲也輪不着這倆城市啊，只能說是個意外啊。二是70個城市二手房價格指數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跌幅收窄態勢，充分說明環比指標層面價格拐點開始出現，其價格走勢帶動了市場信心的恢復，跌得慢了啊，表明了這個信心恢復。你說這叫什麼事？一說到樓市，对吧？一說到樓市止跌啊，房地產會跌到哪兒穩住？我們通常說的吧，要這個房價收入比，這個也是合理的啊。也就是說，你房價跌到韭菜買得起，合理的。你韭菜買得起，不是說你韭菜1個月就能買一套房，那不現實，對吧？你跌到比如說韭菜的收入啊，10年收入他就能買套房，那他就有可能買了出手了，就這麼簡單。或者15年，或者8年，總之啊，你得往下掉，這個韭菜的收入往上漲，這樣達到一個平衡啊，這個沒毛病吧？但是我們一直說啊，這個很多專家說，房子穩住了，你韭菜的收入才能漲，對吧？所以說那房子怎麼穩住呢？那就是刺激韭菜先去買房，你先貸款，
加槓桿負債，你先去买房，你買房大家都买，你买我买大家都買，这房子穩住，一穩住好，房地产复苏，房地产就带动上下游，上下游再带动其他的行业，你韭菜的收入就涨了，它是这么个意思吧？房地产稳住了吗？经濟就穩住了 ，GDP 就5%，然後大家收入漲，但是很多專家就這麼一個敘事方式，所以說就是咱們說的啊，你到底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？為什麼不是先把韭菜收入漲上來，然後再韭菜對吧？他收入漲了，他買得起房了，他開始買房，這個時候房子一穩住，經濟穩住啊，經濟或者是良性健康發展，為什麼不是先韭菜收入漲呢？而是先讓韭菜負債去買房，讓房子先漲，這不就是咱們經常聊的對吧？先有雞還是先有蛋？但問題是，你怎麼能讓經濟還沒漲的時候，你說讓韭菜的收入先漲，這個也是個難題的吧？那有人就說了，那企業就得加薪，對吧？我們定這個最低工資標準，時薪不能低於40塊錢。我就舉例子啊，就這種，那這樣的話，大家工資就漲上去之後讓有錢買房，這個顯然也不行啊，因為你這麼整的話，企業就黃了。所以到底怎麼辦呢？我今天看到啊，這個李迅雷啊，他的觀點，大家看視頻啊。工資性收入要上漲難度非常大，因為現在企業現在盈利壓力也很大嘛。那在這種情況下面，我們企業憑什麼來增加勞動者的收入呢？你看一下，像日本啊，像美國啊，它是在房地產下行週期當中，工薪階層的收入都是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的。所以我覺得現在這種情況下面，你要希望工薪階層的工資性收入能夠大幅度的上漲，並不現實，除非是那些新興產業啊，像 AI 啊，像那些大廠科技企業啊等等。但大部分的傳統產業薪酬的漲幅在過去5年當中都是下滑的，所以這個要清楚。那怎麼增加居民的收入呢？我覺得轉移性收入就是由國家財政補貼給老百姓，我覺得這個是現實的，也是可以做到的。我們呢，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給地方規模比較大，這幾年來呢做超過10萬億的規模，能不能把這部分轉移給地方的這部分錢，一部分來補貼給我們的老百姓？這部分是直接發現金，還是說以消費券的形式？首先，這塊蛋糕你切不切？切了之後再討論，我覺得都有辦法發出去的。但你如果不切的話呢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。所以我覺得，首先是切不切的問題，其次才是下步，無論是現金也好，消費券也好，或者其他的方式，我覺得都是可以去操作的。李迅雷這個觀點跟我上午做的節目裡面是非常相似的，對吧？也就是大頭啊，你分配的時候，你給韭菜多分一點，對吧？你不要什麼利潤蛋糕一切，大頭切走了，然後讓小頭讓這些韭菜跟企業要，企業都要倒閉了，對不對？那企業日子也不好過啊。你看李迅雷的意思就是，反正你大頭已經切走了，對不對？那你大頭轉移支付的時候，你直接轉移給這個韭菜不挺好的嗎？10幾萬億，你拿1萬億轉給韭菜，這也是一種分配啊。我覺得這個也可以啊，對吧？你這個大頭拿走之後，他不是給各個地方政府轉移支付嗎？給那個東三省，給這個欠發達地區，你轉移支付的時候，你直接轉給當地的居民一部分。我倒是覺得李迅雷的吧，人家才能稱得上是個學者啊，不像那個什麼其他的經濟學家啊，就是閉着眼，反正你把房價先穩住，對吧？不行，政府下場收房子，然後再忽悠韭菜，刺激韭菜去買房，反正先把房價穩住，然後再去帶動經濟，再去帶動收入。就完全不顧韭菜能不能扛得住，對吧？完全不照顧韭菜的情緒，也不看看韭菜的預期，也不關心韭菜的心理，對吧？這個信心情況，對吧？就是閉着眼唱多，閉着眼把房價穩住。所以我很早就說了，對吧？任何聊房價什麼企穩，聊怎麼把房價穩住，但是不談韭菜收入的，那都是耍流氓，而且都沒用，必然會失敗。韭菜收入你是繞不過去的，你要想把房地產穩住，你就先正好坐下來聊一聊韭菜的收入怎麼提高。同理啊，消費也一樣，你要想把消費刺激起來，先看一看怎麼提高韭菜的收入，先聊這個。你總是想着讓韭菜去貸款、加槓桿去消費，買你的新能源汽車，這不就是耍流氓嗎？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一個文章啊，講的是貝殼，說的是貝殼改革了啊。這個我也沒仔細看，貝殼是個對吧找房的一個中介嘛，但是他也有租房是吧？他這個貝殼什麼意思呢？說3月1號起，貝殼的經紀人自由了。2026年2月4號，貝殼找房公告取消時間、地域、品牌、費用4項流轉限制，解放經紀人的改革。什麼意思呢？實際上一般的一個公司啊折騰的時候，就說明它不行了嘛。改革
說明他遇到難處了。貝壳我的感觉好像他还挺狂的，不是吗？也不是叫狂啊，就是他收益还不錯。他不是24年还是什么时候在重庆还是四川成都拿地啊，准备自己蓋房啊。他本来是个中介，对不对？中介干着干着居然自己当房东了，自己去盖房，买地蓋房。你說他飄到什麼程度了？開發商的揭不開鍋，對不對？開發商都在爆雷，他還把腦袋伸進去當開發商，大家有印象吧？貝殼不是拿地嗎？我當時我就說這個簡直是倒放天干了。哎，果不其然啊，現在遇到困難了。貝殼總部的財務報表，2025年前3季度淨利潤29億，經營活動現金流負的23億，你說說吧，缺錢了吧？要爆雷吧？現金流是負的，你管你賬上利潤是多少沒有用，你得手上有錢。說這場規則革命本質是一次遲到的自救，在市場下行、人才流失、模式遇阻的3重絞殺下，貝殼終於扯掉了遮羞布，試圖用自由流動激活這潭死水。對了，那個貝殼的那個董事長是吧？新董事長那年薪都多少億，是不是？我記得這個咱們以前都聊過。這下好了，缺錢了。2022年之後，房地產市場急轉直下，新房交易量連續3年下滑，二手房掛牌量一度突破15萬套。北京市場的佣金率從 2.7% 跌至 1.8%， 但賺錢變得困難，枷鎖就成了牢籠。2023年，貝殼經紀人規模從54萬驟降至35萬，北京區域本科經紀人佔比從 35% 跌至不足 20%， 高學歷人才用腳投票，留下的要麼是新手，要麼是熬不下去的老油條。貝殼的管理層顯然慌了。2025年6月，他們忽然取消大中華南北區架構，成立5大戰區，試圖打破區域壁壘。12月，北京出台樓市新政，放寬非經濟購房限制，可市場依舊不溫不火。2025年3季度，貝殼資產合計1193億元，負債高達513億元，權益合計679億，資產負債率逼近 43%。快手等互聯網平台跨界直播賣房，2022年單場銷售額就達到了 2.85億元，傳統中介模式受到致命衝擊。總之啊，咱們就不再仔細介紹了。這個貝殼啊，也迎來了他的這個叫渡劫時刻，帥不過3秒，該來的遲早要來啊。房地產上下游都逃不過這個房地產低迷這個連累、拖累或者叫打擊，無非就是早晚的問題。我們再看一個扯皮的啊，如果你買了個房子啊，新房，就是歡天喜地的準備搬進去住的時候，突然發現樓上的鄰居啊，他在你臥室上面改裝廁所。大家也知道啊，你買的房子廁所都是對吧？戶型，不管什麼戶型嘛，廁所一般都在一起正上方。結果你們家樓上的人啊，業主在臥室那就整了個廁所，你是什麼感受？這個事情啊就被1818黃金眼給報道了。一個姚女士啊，在杭州市西湖區雲浦家苑，這是一個回遷安置小區。他說啊，前段時間發現樓上在本沒有衛生間的次臥建了一個衛生間。大家看視頻啊。這是你的小孩，不是人家的小孩。但是這個地方你已經侵犯到了我們鄰居的權利了。啊，你鄰居，你有什麼權利？你不用理。你看，就是這種態度。姚女士家的新房在杭州市西湖區的雲浦家苑，這是一個回遷安置小區。她說，前段時間發現樓上在本沒有衛生間的次臥建了一個衛生間。採訪時，姚女士找到樓上希望溝通，結果就有了開頭的一幕。他們把衛生間的位置啊，就照在我們這個我們這個次臥小孩房的那個上面，大概這個地方就是他的蹲坑，這裡這塊位置是他的蹲坑。然後呢，像這塊位置的話呢，是中間的一個洗手台，然後那邊呢就是淋浴房。姚女士說，房子本身有2個衛生間，她了解到樓上把一個衛生間移到了次臥，肯定是會有噪音的。那你說不管是起夜還是洗澡，這對於我小孩的身心健康是非常大的影響。這種頻繁的用水啊、滲水啊，然後對我們家庭的一個損失，給我們也會造成很大的影響的。我躺在這裡我累了一天，我躺在我的床上，我想着我頭上頂着一個馬桶啊，頭上頂着一個淋浴房，真的接受不了。姚女士說，他們多次和樓上協商，但是沒能達成一致。2月3號，屬地住建部門回復姚女士，工作人員聯繫到達現場後，已進入室內勘查，確認增加衛生間，並責令限期內按照裝修相關法規整改。社區也跟他們交涉無果，住建局跟我們說，就是說他也找到他們了，也下改了一個整改通知，他們拒不執行，希望他能夠就是拆除。
你好，咱们这家房東在不在呢？房东在吗？我是。他说你们那个在那个次卧加了一个卫生间洗漱的。对呀，我怎么影响到他们什么生活？没漏水的话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噪音。漏水以后，噪音有吗？我们暴露的管子有没有噪音？排水从哪下去的排水？排水还是这里啊，我在我的楼板上面排水。我老年人做的话，应该我关心老年人，对不对？我的小孩才5岁，你更应该关心家里那是你的事，不要跟我说。走。对，你看就是这种態度。我是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。記者把情況反映給了物業以及屬地社區，社區方面表示還在協商之中。關於新聞這一塊的話，有專門負責的人來做這一塊的。我們項目上面經理的話，今天也不在項目上面，說實話啊。我們一直在幫他們調解啊，一直在包括那個物業也在介入啊。如果真的需要的話，我們律師那邊的話也跟他協調一下，到時候再商量一下。那盡量不要走到這一步啊，因為大家都是鄰居。1818黃金眼記者報道。不知道大家遇到這種情況是作何感想？這第一個，就影響不影響？第二個，影響的話你會怎麼辦？你有什麼好辦法嗎？在這裡我想說的是啊，就是我們確實買房本來就不容易，尤其是韭菜買房，左挑選右挑選，慎重又慎重，最後選擇買一套房，就會很不幸啊，你的左鄰右舍，你的鄰居，你沒有碰到一個好鄰居，有惡鄰，你該怎麼辦？你就遇到這種，對吧？他也不講理，所以說啊，買房的時候很容易就出現這種情況，這跟租房不一樣啊，租房不好我就不租了，對不對？我忍2月3月到期我馬上搬走，甚至我對吧？我哪怕1個月押金不要了，我也搬走，沒毛病。但是你買的房子就比較麻煩了。我以前就遇到一個鄰居，是個北京人，他在樓道裡養狗，你還真沒他辦法。他把那個狗啊，就不是拴在樓道裡，就放在樓道裡。然後那個樓道啊，一共就3戶人家，是個挺長的一個樓道。我們家在這一頭，哎，進門的時候，這門口不是放一個墊子嗎？他那個狗還專門喜歡跑到我那個墊子上尿尿，但是他的這個廁所了。他先把狗放在那個樓道裡，我倒無所謂，我也不是特別排斥啊。後來狗老在那個墊子上尿尿，給我氣得不行。後來我就找他們家，把墊子扔他們門口。哎，他就拿去刷了，給我送回來。後來他專門去我家啊道歉，說什麼呢？哎，說當然了，他不是專門道歉啊，他就是說這意思啊。然後呢，他說他在那個通州什麼地方開了一個什麼酒樓，是個餐館，挺大的，讓我有空去捧捧場，哎，請我吃飯，哎，我氣也消了。後來他也不在樓道裡養了，也不可能也有別的鄰居投訴啊，也不光我一個啊，我還沒投訴啊，別的鄰居有可能投訴，他可能物業就找他。但是我就想，我說如果我讓他把狗弄走，或者我把這墊子讓他洗，他不洗怎麼辦？他不講理，對吧？他就不管，你怎麼着？你讓他跟他打架嗎？後來我就腦補了各種辦法，是吧？你先找物業，找物業不行呢，找這個養寵物、養動物誰管？因為我沒養過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繁育站什麼之類的？總之啊，先正規渠道吧，各種投訴，實在不行就報警。如果還不行怎麼辦呢？我就準備在墊子上啊下毒了。我想我在我門口對吧，放狗糧，狗糧裡面下毒。當然這都是腦補的啊，就是幸好啊，他這個人還比較講理，就不在樓道裡養這個狗了。有的時候真的是你要遇到一個這個惡鄰啊，你一點辦法都沒有。所以買房的時候還得盡量注意一點，就是你那個小區啊，你那個樓上樓下什麼的，這個素質怎麼樣？一般的回遷房那素質就好不了。一般你那個房子如果是要是特別便宜的話，在當地說實話，你那問題也會多。樓道裡扔垃圾，樓道裡堆垃圾，有人把鞋子對吧，在樓道裡搞一個那個鞋櫃放鞋子，那臭氣對吧？整個樓道反正空氣好不了。有的是2戶那個門挨着對吧？有的還門對門的，有的門挨着的，他就在邊上放鞋架子。不知道老外國人怎麼處理這事了啊？總之我感覺這種事情在咱們這兒不好處理，那警察沒辦法，警察來就是和稀泥，物業更和稀泥，所以就變得你只能自求多福啊。買房的時候希望自己不要遇上這些不講理的，這個還是說不講理的對吧？大家還記得這個江西那個有個女的不是神經病嗎？哎，前陣子去年吧，在網上鬧得也很兇啊。她平時自己拍抖音非常正常，條理清晰，說話一字一句的，邏輯還很嚴密，所以你根本就不覺得她是個精神病，你覺得她是正常人，實際上她是個精神病。大家有印象嗎？那名字我忘了，是個女的，年紀還不大。結果她不就把她鄰居都耗走了嗎？她所有的鄰居受不了啊，只能搬家。鄰居什麼手都能用了啊，什麼打電話報警，物業讓上門理論，什麼手都能用了，最後沒辦法，鄰居只能搬家，是吧？把他所有鄰居很多鄰居都給耗走了。他在他自己門口門上面裝一個攝像頭，然後在這屋裡面監視，只要有人打那門前過，他就開始罵人家。那你說說，然後你找他吧，你報警，他是個精神病。你說這些鄰居招誰惹誰了？只能自認倒霉啊。所以我有的時候覺得這個韭菜不容易啊。你說你勒緊褲腰帶，對吧？咬緊牙關，掏空6個錢包，
也还貸了30年的款买套房子，结果遇上不讲理的邻居，第二背。说来说去啊，还是咱们这个牛马呀，活着不易，不容易啊。好，这期节目啊，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